风台过后要安怎复原，这是一个重大工课。咱来看嘉义新港抑个溪口，因这个所在种的柑仔蜜、番麦，啊，个这咸姜啊，拢真出名。所以因为受到这狂雷风台影响，已经造成6000多万的农业损失咯。嘉义县政府会同着农粮署甲农会等等的单位，做伙去到新港抑个溪口会勘，希望实际了解受损的情形。雨风吹到打冷去的柑仔蜜，顶头大个芒啊，嘛拢吹到歹去。狂雷风台伫嘉义县带来阵风，造成一寡农业设施甲农作物的损害。嘉义县政府甲农粮署、农改场做伙来到产地会勘，了解实际损害的情况。风过倒的一寡茎拢有的，拢嘛是摇了安尼啦。啊，一寡芒啊嘛拢破糊糊啊。啊，你像安尼的像即款情形，正经落遐做田的人就足艰苦的啦。到11月初6的统计，嘉义县目前农业、渔业损害金额大约计共是6449万，其中农作物的损害有2699万左右，受损的面积有200多公顷，主要拢是去雨风吹到打冷或者是渗倒去。这次主要的台风是强风的部分，那所以都针对会比较高筋的作物、比较怕风的这样子的作物，在受损上会比较明显一点。另外，沿海乌边仔的部分，目前统计有4000坪的浮边仔，甲200公顷的倒边仔，拢予狂雷风台来损害。嘉义县农业处表示，目前各乡镇公所搁咧进行灾害的勘查甲统计，等到资料完整了后，会送到中央来做灾害的评估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